大家好，歡迎嚟到 Leo Sir 嘅頻道。今日我哋要探討一個好有趣嘅話題，就係英國嘅私立學校係咪已經失去咗成績上面嘅優勢呢？長期以嚟，好多家長都會認為私立學校嘅學生喺學術成績上會比公立學校嘅學生更為優秀。但係最新嘅研究顯示咗一個意想不到嘅結果。究竟發生咗啲咩事呢？今日我哋嚟揭曉一個答案。今集我哋採用嘅資料係會參考3份唔同嘅文件嘅，分別係 Cambridge Journal of Education 2024啦、Independent Schools Council 嘅 ISC Annual Report， 最後就係 UK Millennium Cohort Study。所以我哋今次嘅資料唔係我個人嘅觀點嚟㗎，而係嚟自以下呢3份嘅文件同埋報告。過去幾十年嚟，私立學校嘅學生嘅 GCSE 成績普遍都會比公立學校嘅學生更好。咁呢個係不爭嘅事實嘅。但係倫敦大學學院 UCL 最新一份發表嘅研究報告就顯示啦，呢種優勢喺近年嚟係大幅縮小㗎。根據呢一項研究，當個研究人員調整咗學生嘅社會經濟背景，佢會發覺公立學校嘅學生係一啲核心科目，我哋稱呼為 core subjects， 即係英語、數學同埋科學嘅表現，甚至係優於私立學校嘅學生嘅。咁我參考嘅呢一項研究係發表喺劍橋教育期刊，我啱啱都提過，就係 Cambridge Journal of Education。佢哋嘅研究團隊係利用英國千禧世代追蹤研究，英文叫 Millennium Cohort Study 嘅數據。咁呢一項研究係嚟自於2000年至2002年開始，持續追蹤咗足足19000個嚟自英國、蘇格蘭、威爾斯同埋北愛爾蘭出生嘅年輕人嚟㗎，而且佢哋特別係聚焦喺某一年嘅 GCSE result， 就係2016至2017年嘅 GCSE 嘅成績。咁佢哋聚焦喺英格蘭方面嘅數據，而分析佢哋嘅家庭收入啦、父母職業嘅地位啦，包括有冇房地產嘅擁有權啦、性別、種族、地理位置等等唔同嘅變數，並且用呢啲嘅 parameters 變數同 GCSE 嘅成績進行一個比較，咁可以確保佢哋好準確咁衡量學生成績嘅影響因素，而唔係單單去睇最終嘅成績。咁喺未經呢個調整之前咧，其實私立學校學生嘅 GCSE 平均成績係比公立學校嘅學生高出83% 嘅。簡單啲嚟講，換翻個 grade 你就會係發覺係3/4個等級。但係當研究人員考慮埋我啱啱提到嘅家庭收入啦、父母職業啦、有冇屋啦等等嘅背景因素之後咧，佢哋會發覺呢一種優勢幾乎係已經消失㗎啦。如果具體少少嚟講，一啲核心嘅科目即係 core subjects 佢哋嘅表現係咁樣嘅。喺數學方面，公立學校嘅學生平均係高出66%，科學咁公立學校嘅學生係會高出41%嘅。而英文方面，公立學校嘅學生係高出17%，但係需要注意一點，喺統計學上嚟講，高出17%唔算係顯著嘅。需要注意一點，就係喺創意科目方面，例如音樂、戲劇、藝術，私立學校嘅學生仍然係保持好明顯嘅優勢嘅，因為即使調整過嗰啲社會經濟背景唔同因素，佢哋嘅成績仍然係遠高於公立學校嘅學生嘅。咁點解公立學校喺核心科目表現更加好呢？其實呢一個結果同過去嘅研究成為一個好強烈嘅對比嘅。因為例如1990年代出世、2006年參加 GCSE 學生，當時嘅研究表明咗，私立學校嘅學術優勢就算喺考慮咗社會經濟因素之後係仍然存在嘅。咁究竟係咩因素導致近20年嚟公立學校嘅學生成績越嚟越好呢？咁就一定要講一講英國保守黨政府喺2010年起，佢哋實行咗英國中學必修資格。你未必會聽過呢個中文名，但係英文叫 EBAC， 你可能會聽過。簡單啲嚟講，就係佢強調學生一定要學英語、數學、科學、人文學科同外語。佢哋係直接加強咗學校嘅資源啊、投入啊、精神啊、支援啊等等。咁直接提升咗公立學校喺呢啲學科嘅表現嘅。咁 UCL 呢一項研究報告首席研究員 Jake Anders 佢亦都講明咗佢嘅睇法，就係長期以嚟家長普遍會認為私立學校嘅 GCSE 成績係比公立學校好嘅。以前嘅數據確實支持呢個觀點，但係呢一種數據係未考慮到私立學校同公立學校學生佢哋有社會經濟嘅差距嘅。而喺過去20年嚟，公立學校係加強咗對核心科目嘅一啲關注度啦、資源嘅投入啦等等，而同時私立學校可能
將個重點轉移咗去其他方面，例如會更加注重全人教育或者全面教育啦 （holistic education）， 而唔係單單注重 GCSE 成績。咁明顯地，私立學校喺核心科目上邊可能失去咗領先嘅地位，但係佢哋喺一啲藝術嘅學科上面仍然係表現卓越嘅。研究人員認為好有可能係同佢哋更加豐富嘅資源有關，提供更加多文化藝術方面嘅培養機會等等。根據翻英國私立學校委員會 ISC Independent Schools Council 2023年嘅統計，超過90% 嘅私立學校係可以提供到專業嘅音樂啦、戲劇啦、藝術嘅課程，而且係擁有高水準嘅表演設施同埋專業指導。但係好明顯地，公立學校因為預算嘅限制，好多藝術嘅學科其實經常都會面臨縮班、唔夠人開班，好多學校甚至係要削減音樂同埋戲劇嘅課程㗎。而且有一啲好著名嘅私立學校，例如伊頓公學啦、哈羅啦，佢哋每年都會舉辦好大規模嘅音樂節、戲劇表演啊等等，而且佢鼓勵學生去參與一啲全國性嘅藝術比賽，咁令到私立學校學生喺呢啲領域有更加好嘅發展機會。咁問題就嚟啦，面對啲咁嘅數據，家長係應該點樣揀學校呢？我建議就係，如果你嘅目標係希望小朋友喺核心學科英文、數學、科學等等表現卓越嘅話，好可能而家公立學校已經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㗎啦，因為私立學校嘅成績嘅優勢已經唔同講緊20年前㗎啦。但係如果你嘅希望你嘅小朋友能夠更加多接受一啲藝術嘅教育、戲劇啦、音樂啊等等，咁無可否認，私立學校仍然係提供一啲更好嘅資源同埋支援㗎。咁今日嘅分享希望可以幫到家長喺選擇學校嘅時候有更加多唔同嘅考慮因素。咁你認為私立學校係咪真係已經失去咗成績嘅優勢呢？而公立學校嘅核心科目嘅表現嘅提升，會唔會令你改變你嘅諗法呢？歡迎大家喺評論區入邊留言分享下你嘅睇法。如果認為今集嘅內容有用嘅話，俾個讚我，分享俾你嘅朋友，最好撳一撳鐘仔，咁我哋下次有新片可以隨時通知你。我係英國 Leo Sir，我哋下次再分享英國教育嘅其他資訊。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